我在这儿呢。龙小弟，你干嘛呢？一个人看着前面发呆？朕就是想起来那一日探监，鳌拜所说的话。鳌拜说什么了？他说啊，其实早在朕行动之前，他就已经知晓了朕的计划。有人向他泄了密。泄密？谁会跟他泄密啊？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哥哥。怎么可能啊！鳌拜这个人啊，这个时候还不忘挑拨离间，真讨厌。龙小弟，你不会上他的当信了吧？朕有那么笨吗？那就好。我呀，本来是鳌拜精心安插的一颗棋子，他一边用大补丸威胁我，一边又假惺惺的让我做他的干女儿，软硬兼施。所以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到最后我会帮你一起对付他。他心里啊，肯定恨透我了。老大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朕都明白。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就是李欢啊，也是你的笔墨诗书小丫头啊。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？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你看，你说不会上当，但是现在还是在怀疑我们，对吧？朕哪有怀疑你们呀？朕不过就是起了好奇心罢了。龙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跑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不愿意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可以了吧？老大，朕不过就是随口问问，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自然是相信你们兄妹的。这鳌拜啊，本就在宫中安插了许多奸细，极有可能是上次给朕下毒的那个内侍向鳌拜透露了秘密。鳌拜不过是想嫁祸到你们兄妹身上罢了。你放心吧，朕一定不会中了鳌拜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还是你大气。老大，你的手伤还没好，这段时间啊，你就好好待在永乐斋休息吧。这山西大旱，朕还要忙着处理赈灾的事宜，还要清理鳌拜的余党，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康熙盘问你我的身世，显然是听了鳌拜之言，对你我已经起了防备之心。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千万别露出破绽。你不要幼稚地认为他真的会把你当成是老大，当成是朋友。可是龙小弟他说了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他是相信我们兄妹的。这话也就只有你会信。康熙8岁登基，在这风云诡谲的皇宫当中能够顺利长大，如今又不动声色地收拾了鳌拜，他的城府之深，远非你我可以想象。他对你我好，就像我们对他好一样，不过是为了利用而已。小师妹，大师兄说的对啊，虽然你是冰雪聪明的孩子，可是也太容易轻信别人了。你忘了康熙以前是怎么骗你的？薛姐姐，没想到他身为皇上，居然撒那么荒唐的谎。皇帝就不会撒谎了吗？皇帝是全天下最会撒谎的人，否则如何骗得所有人都臣服于他呢？龙小弟，你对我真的也只有谎言和利用吗？索图，臣在。奕欢不肯告诉朕他的来历，你怎么看？好，回皇上的话，像奴才和明珠这样的大臣府中，都养着一些幕僚人士，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江湖上的能人异士。这些人从来对师承来历不肯明言，显得高深莫测。这可能也是他们江湖人士的一种潜在的规矩吧。奴才也从来都很少刨根问底，只是择其长处而用之，择其短处而易之。
你说的有道理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全看用人之主如何驾驭。是啊，皇上，您说的是。叶欢能坦然直言，也总好过他编一些谎话来骗朕，对吧？是啊，皇上，奴才以为这鳌拜所说的话，用意都是挑拨离间。李氏兄妹是否有异心，那日久自可见人心。以皇上您的圣明，那是一定会察觉得到的，而且奴才也会悄悄地在暗中注意着他们。好。对了，鳌拜所言，只能你与朕二人知晓，切不可歪写，尤其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，更不能让李氏兄妹察觉，明白吗？这，奴才明白。奴才索额图叩见皇后娘娘。索大人不必多礼，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三叔。啊。三叔，那个李易欢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什么品质位分都没有，皇上还单独给他赐了一个笔墨侍书的职位，还给他在后宫单独赐了所宅子，不伦不类，还真是开了我大清朝的先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些话就在奴才面前说说得了，可千万不要在别的人面前提起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皇上会不高兴的。皇上从未对任何女人另眼相看，本宫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皇后娘娘不要忧心，她李易欢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汉女，而且还定过亲。皇上再怎么喜欢她，也威胁不到皇后。而且皇上啊，也只是图一时的新鲜，等这股劲儿过了，说不定就丢开手了。再说了，这李易欢毕竟帮着咱们斗败了鳌拜，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痛打落水狗，不给鳌拜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别的什么，都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之后，咱们再说吧。三叔说的有道理，本宫就暂且忍耐一下。哎呀，好热呀！自打我从明珠谷到京城，就一直没下过雨。这天热得太不正常了，连荷花都受不了了。诗书姑娘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皇上啊，宣你去用膳呢。最近山西直隶两省大旱，后宫已经多日不沾荤了。皇上为了潜心祈雨，也好久没有开荤了，让我去用膳。难道皇上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，叫我悄悄过去打牙祭？诗书姑娘，这可是连皇后都没有得到过的恩宠。看来皇上对你还真是与众不同。谢谢李公公，让我去吃好吃的了。快去快去！小丫头，你别得意，当初中堂大人可比你还受宠，到如今还不是在天牢中等死吗？皇上，侍书姑娘来了。皇上，奴婢给皇上请安了。这些天是不是馋坏了？过来吧，看朕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。哇，烤鸭！哇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刚刚看你行礼的时候还学得中规中矩的，一见到吃的就原形毕露了。切，民以食为天嘛。皇上前段时间下旨，这后宫啊，除了太皇太后还有几位老太妃以外，其他人饮食都要撤去金银器皿，直到上天垂怜降下甘霖。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个个饿得眼睛都发绿了，皇上你倒好，独占一只烤鸭备着我们吃。这不是有好吃的就叫你过来了吗？看看都有什。哎，这
除了烤鸭以外，你吃的跟我们都一样啊？怎么，在你心中，朕就只能是一个口是心非、不能以身作则的昏君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？我才没有那么说呢。这山西直隶等省接连大旱，饥民遍地，朕也有言在先，天子要与庶民一样，同甘共苦，所以，朕只有这些清粥小菜了。世淑姑娘，您这几日在永乐斋养伤不知道，皇上啊，其实跟大家一样，素衣素食的。太皇太后啊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下了一道懿旨，今天给皇上加了一道菜。这不仅是太皇太后的懿旨，也是太皇太后对朕这个孙儿的一片慈爱之心。朕不忍负了他老人家之意，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给予的诚心。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爱吃烤鸭，所以就特意把你叫过来，让你替朕把这盘烤鸭吃了。皇上，你都瘦了。你的注意力终于从这烤鸭身上转移到朕身上了，能不能别取笑人家呀？那朕瘦了，你心疼吗？心疼。皇上是龙嘛，饿坏了龙体，那还得了啊？现在没有外人在，朕更喜欢听你叫朕龙小弟。龙小弟，不然咱们俩把这盘烤鸭一人一半给吃了吧？那可不行，朕是在神灵面前发过誓的，要一直戒食荤腥，直到天降甘霖。朕可不能违背誓言，欺瞒神灵啊！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？朕的脸上有花吗？我只是觉得，龙小弟其实你长得也挺好看的。是吗？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朕什么暴君啊、昏君啊，还是什么全天下女人最不值得爱的男人。难得破天荒，你还夸了朕一次啊！龙小弟啊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降不降雨跟吃不吃烤鸭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也不是特别相信神灵，可是我跟你是结拜兄弟，那就要同甘共苦。既然你不吃烤鸭，那我也不吃，我跟你一起守信，对神灵的誓言。真不吃？当然了，这么看不起我呀？你以为我就是个贪吃的小馋猫吗？好好好，是小弟小看了老大了。那老大就陪着小弟一起吃这些清粥小菜吧。不过我得把这盘烤鸭搬远一点，要不然我看着心里太痒痒了。龙小弟啊，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，咱们在这儿节衣缩食的也没什么用吧？所以啊，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建驿馆安顿灾民，开官仓赈灾。朝廷呢也拨了一些赈灾银两，还令地方官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帮灾民抗旱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家乡闹旱，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收。我呢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，那种挨饿的滋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太难受了。你说的那次灾情啊，朕也记得，但这次的灾情比那次更为严重，所以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赈灾措施以外，还每天晚上亲手抄佛经，祈求天降甘霖。抄写佛经？皇上，我现在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。好，吃吧。好吃。